今天下午的课程由庄主带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进行一整天的 DIY 体验活动，好不好？OK， 非常好。来到高雄美浓客家庄，亲自动手体验传统客家农村生活。眼前的小游客们，个个既好奇又兴奋。来，加油！用力，要用力，要用力！终于辛苦完成擂茶，相信自己创造出的味道，尝起来会格外香甜。DIY 许愿福卡，大家写下心愿，准备一起攻炮城。现在呢，天气放晴了，甜死不用抢嘞！哇，我们攻炮城去喽！将客家传统民俗活动6堆攻炮城加点创意，成为攻炮城许愿活动。用铜板敲响铜锣许愿，在寓教于乐中轻松了解客家先民文化。哇，加油加油！您有推过石磨吗？亲身体验用石磨做板条，仿佛走回时光隧道，回到那个凡事都得自己做的辛苦年代。手磨干，脚呈弓箭步以前哦，非常好。面带微笑，屁股要翘才会有力道。跟着庄主念口诀：如果你要吃板条，如果你要吃板条，屁股就要摇一摇，屁股就要摇一摇，左摇摇啊，右摇摇。左摇摇啊，右摇摇。可重复使用的美浓月光山岩是传统在地客家农村用来堆窑、控窑的好材料。在动手堆窑的同时，也让我们重新找回爱物惜物的传统价值。客家农村生活的体验，让我们领悟到客家前人的智慧和勤奋精神。上课喽！甜食边后嘞，甜食边后嘞，甜食边后嘞。